上。专家有地位的，讲咱出来得有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上最35000，真讲你砸上去哦。好，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阮这边是台南有福祥。哎呦，哦，虎城哦，虎城嘿，咱的队长夏武新嘛。哎呦，台南的查某囡仔阿新妈妈又过来啊！哎呦，阿新啊，今日啦，实在是真欢喜，是安怎？你知？2队拢是家己报名来的，哎，阮就爱家己配一个吼上高的队长啦。别安尼讲啦，就来趁收费尔啦。哎呦，你哪安尼讲啦？所以嘛无偌济啊，就35000啦，嘿啦，差不多啦。是。今日你出来是真厉害呢，真厉害，因大家台语拢足够讲的。真正的嘿啊吼，所以讲你会较轻松就对啊啦。一定要刻印啊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队友。啊，自我介绍一下。阮是对台南台语文化班来的，我叫吴培，大家好。哦，你讲台语的什么班？台语文化班，台语文化班，意思就讲咱台语爱好啊，甲学落去，嘿，甲传落去就对啊啦。所以一个班呐，嘿，啊，常去遐练习是不是？你遐上课，上课安尼啦。阮老师无咧甲咱摕学费的，哦，伊甲讲义费尔，无咧摕学。来，咱个介绍落去哦。哦，陪边仔队友。大家好，我叫俊杰，来自台南。哦，我做5金的，迄个 baby。欢迎你呢，欢迎好，来，个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金，我是幼龄的老师。哦，好嘅，来，我即摆哩，幼龄就咧教台语，因为我感觉台语要为细汉囡仔开始教，其实上好的哦。好，欢迎你呢，来个刷落去。大家好，我嘛是来自台南的施金来，我是带大家幸福的金融保险业。哦，是欢迎替人管财啦。哎呀，好，咱有保险。是。哎，唔难安尼，唔难安尼哦。阮哦准备迄4句咧呐，要来上网专家有智慧。咱一个4句连下来啊。好，准备好啊，来3、2、1。公司专家有智慧，美秀阿翔老主持。哎这呦个精彩无对比。哎呦，赶紧对阮学台语。哦，赞。后壁这句真重要，紧的学台语啦吼。好，这是阮这边，哇，恁老恁嘛不得了的呢。是，恁是有福相，阮是老师有学问呐。欢迎咱的队长，咱的教授詹优晴老师。优晴老师来啊啦！这里我搁思考一个是晴嘛，对吧？对啦。嘿啦，哎，老师你讲了真好。对啊。哦，你的台厝的语自细汉你厝的讲啦，咱当然啊，不出去外口吼，就真少讲啊。拢讲华语较济。像你搁中文系呢。系啊，中文系啊，系啊，啊，搁写册呢。老师你讲伊的啦，我带家人，你家人呢？系家人啦，是。所以北部的腔啦，但因咧有的中南部的较无共。较无共的是，今日啊，由咱教授来带因这队，吼老师有学问这队啦，是。因为因要来学台语，阮这是要来教台语。原来，所以讲这老师有学问，这应该老师应。规堆拢老师吗？规堆拢老师。哎呦，好来，介绍老师来，来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王鹏，我是台中来的，我是阮台中大墩台语学会会员，我伫补习班伫做主任。哦，真好，主任你好。哦，教育英才啊！我开补习班的啦，赞。补习班啦，嘿。啊，嘛是爱教台语啊。对，我即马开始准备要甲台语拖落去。一定爱。欢迎，感谢。好来，我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廖延薇，我是阮台中台语教育学会秘书长。我为民国91年就开始伫学校咧教台语。今仔日来专家有智慧，就是要来拼奖金的啦。赞。这拼奖金的摕到真稳哦。好，咱今日个35000摕转去啦，哈。好，欢迎你。好，来，我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洪耀师，我是台墩台语教育学会理事。我即马伫个即个学校咧教台语，今仔日来嘛是要来拼奖金。好，欢迎你呢，理事长。好，来，我刷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詹丰平，阮为台中来，是，目前是台墩台语教育学会的理事长，啊，从事台语的教学进入第20年啊！哇，第20年，请多多指教。哦，欢迎理事长。理事长，你
啊，看咱这台南的，台中的，咱即马两个迄落啊，城市的拢袂歹，就是尽量要甲咱的台语甲传落去啦。啊嘛希望高雄的朋友会当报名来参加哦。好，即马上重要就是爱介绍咱的台语国门。无恁敢嘛？你嘛有想可能嘛？我咧想无可能吼，学生啊讲呀，老师嘛爱讲。老师哪可能放伊耍？我跟你讲，阮这边吟诗作对啊，你听。一定啊！来， 3、2、1。台语路途真孤单，毋望大家来做伴。莫想咱，嘛莫变单。互咱父母的话好代代传。哎呦，真重要，父母的话代代传啦。赞。好，今嘛要传落去是咱老师啊，阮老师嘛是足厉害、足重要。恁拢有老师，阮嘛有老师。阮嘛有老师哦，阮老师嘛是吼不得了的哦。一定的了。好，介绍咱的台语国老师。欢迎咱罗光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光成，台语真心色，接讲就有好成绩。嘿，无唔对，就甲爸母啊吼，接讲恁嘛有好的成绩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。啊，分数哪算？咱这回有3题，分数悬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，加油哦！5000块。嘿，啊，大家爱记得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答了吼，咱今日写完就今日试哦。好，来，台语正字哦，我要出题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价？什么平？什么线？什么面呢？价平线面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好来，来，老师这边。来，四，来，四啥？四线，四平。哦，做一个句子。来，四界拢是人。来，一定的，嘿，来。四边拢空金的。哦，四边拢空金的哦。四面头的。嘿，来，来，四界线。四界线。嘿，来。四面拢是海。四面拢台湾，四面拢是好风景啦。哦，真好，来，老师这个是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得1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哦，来，老师。来。哦，这四界就是逐位啦吼。咱讲四界拢是啥物吼？像讲即马啊，某一种果子大厝，讲四界拢有人咧卖啥物？吼，啊四边就是啊，咱四边边啊啦吼，这边咱拢头前后壁，正边倒边吼，安尼做四边。啊四边嘛共款的啦吼，像你话讲四边拢有好风景吼，嘛使安尼讲。啊四线拄则那像因无讲这句啦吼，因无用这四线去做。因讲四界线安尼唔对啦，因讲四线，因讲阮的同学出业了后拢四线去啊。即摆若要开同学会吼，同窗会吼，都爱联络足久才联络。哦，安尼有这四线。好，来第2题啊哦，请消掉哦，消掉了，糊掉。嘿，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今日试哦。我要出题啊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工、什么当、什么凉、什么米呢？工当凉米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开始。来，今日写。哦。嘿，工当凉米。对。哦，好，来这边。暗暝，暗当暗刚。哦，来做一个句子。一到暗暝，我就爱困。哦，一定的，嘿，来。听讲，迄义工足侪拢是暗工的。哦，暗工啦，嘿，来。暗当应该是叫做万当人艺术吧。今年是万当的意思是吧？过来。哦，来暗凉呢？暗凉呢？
暗凉，较慢凉了。较慢凉，嘿，阴暗较凉，暗凉。哦，阴暗较凉，暗凉。好，来，咱这里暗老师安对唔对？歹势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念起来拢足有意思哦。嘿，来，恁这边的咧，跳凉，跳凉，跳凉，跳迷，跳迷，跳当，跳当，跳刚，跳工。嘿，来做句，做句句句的，来。迄个眼罩拢会来咱台湾跳当。哦，对。嘿，来，过来。即马足热，来店里跳凉。哦，可以跳凉，是跳凉。袂歹，过来。即马暂时无工课，咱休工一个。哦，休工。啊，休眠咧。休眠。今仔来龙影若伤晏，就要倒台北休眠。哦，哎，听起来真顺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这个休对唔对？安尼即马正确。来分数。恭喜你了1分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哦，咱来看这休工吼，就是讲工课做煞啦。哦，咱做工嘛是爱休困啊吼，所以逐工一般来讲，咱做到5点吼，就会当休工啊。啊，若休当吼，就是讲啊，像讲做餐人吼，因秋天的收成拿了，哦啊，袂迄个要搁报新影的时候吼，咱就讲因即摆会当休当啦。啊，学生啊嘛是共款啦，关键是会当休当啦吼。过来休暝吼，像讲啊，出去外口佚佗，啊，你若讲暗时袂当转去厝的吼，啊，你会爱住外面休暝啦吼，过一暝。啊，休凉就讲热天气真热的时吼，咱看是要树仔骹，还是讲伫即个啊有冷气的所在来休凉一下，哦，才袂遐尼热。即摆2点拢1-2啦哦，剩最后一个看5000块会放喺倒去哦。加油！好来，准备哦，手放好哦。好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台、什么头、什么鸡、什么鹅咧？台头鸡鹅哦，吼，中迄个字来，我还未讲好咯，真厉害，徛鸡，哎，别当改，别当改，是了呀。来，是起也未起呢。我徛，不，你下来是起啊，他没在改。好来，要紧。徛鹅真高水，徛鹅真高水。阮徛鸡伫遮。哦，徛鸡伫遮。有影。有两位主持人来徛台，就足闹热嘞。哦，徛台可以。来，徛头。我做工课拢徛头。徛头做大头的啦吼。好来，老师念了真好，做句嘛做真好。不过这个字对唔对？因讲的是正确的，不过伊写的是错误的。哎呀，讲的拢正确，得互因弹着啊！来，我即马看一个徛来，哦，这个徛，好来，恁徛，你唔讲，徛台、徛鸡、徛鹅、徛头，是的。是，来做句，来。迄个南太平洋拢有看到迄个徛鹅，伊遐咧游水。来，我会徛鸡里来啦。哦，选举爱替人徛台，徛台是，所以呢，我嘛是爱来徛头。哦，是讲了真好哈。来，老师这个徛对不？对唔对？伊即摆写的是正确的。啊，对，拄则讲过啊，台语的正字然后爱注意哦。所以要起进前爱先想一下。对，来先分数。恭喜你了第2分咯！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要选举的时吼，迄个候选人拢会找迄个较有影响力的人来徛台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咱若要做，爱找一个人来徛头，就是讲伊来带头啦吼，伊来算讲签名是签头一个。啊，徛鹅因拄仔讲的，应该是讲南极啦，毋是南太平洋啦吼。南极有这个徛鹅，哦，其他所在无啦吼。啊，若徛鸡就是大个所在嘛吼，讲啊，这个所在有足一人伫遮咧徛鸡，还是讲这是阮的徛鸡，吼，就是阮大个厝安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日要看分数，吼，真刺激哦，吼。来，咱看咱这边台南的。哦，得了2分咯，恭喜！啊，来，咱老师这边呢？有1分嘛袂歹哦。哦，来5000块先放在倒位？放在咱台南这边。不要紧，唔通硬去，搁有哦。搁有第2回。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
抢答定国机，两队派出一个人来抢答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抢答定国机。台语安怎讲哦？咱今日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啊，咱这回合吼，就是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， 巴西来，哦，伊会用伊的镜头带咱来去游览台湾，甚至是外岛。啊，拄着伊袂晓讲，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啦。哦，所以咱这个回合的奖金偌济？这回合的奖金有1万块哦。加油！啊，咱拄只5000，咱就差去就15000啊。啊，咱若开市就1万啦。1万哦，就倒去5000啊。好，来。第一位已经起来啊，是这边是咱的理事长，理事长是啊，这边是咱的队长，差嘛，你哪早就起来？啊，对面是理事长呢，我会惊呢。不要紧啊，理事长会娘无？唔通看到小姐的安尼啊，人恁手势压哎呦，你甲看，这个讲话，阮理事长今晚就欠伊起来，帮你手势压管呐，是啦。来，同志，理事长，你讲你迄落台语遮做老师做20年啊，几档？20年啊吼，是咱台中的音嘛较中，较落啊较中，较袂有一个腔，嘿，无边啊拢有一个腔。黑妹，你即马盖金章吼？小看。对啦，你甲看，你问阮这边的队长，阮队长来几道啊？哦，4、5届差不多啊，4、5季拢有来哦。啊来遮哦，轻松啦，做轻松的嘿。而且哦，阮客问个问题哦，真简单嘛。拢生活当中的。好，来，即马上重要就手跟个两个顶面，爱抢莫紧哦。加油！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就紧的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今日我来到金门的金城老街，金门遮吼的蚵底都是南高丽菜，啊，还有芹菜。请问芹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芹菜，确定芹菜对。芹菜的台语爱安怎讲呢？讲过等来报你知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开始了啊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人啊，我是伫巴西来 Kevin。今日我来到金门的金城老街，啊，今日吼拄好足侪人咧拜拜呢，所以规个拢吼足侪人咧准备一寡足传统的点心摕出来拜拜。啊，我拄好咧经过这个老街内底时阵吼，有看到这个蚵底，这个蚵底我真爱食。啊，毋过吼我食的时阵，我看这个口味甲咱台湾食有淡薄无共款哦。为虾米呢？因为金门遮吼的蚵底都是南高丽菜，啊，还有芹菜。啊，咱台湾本岛遐吼都是用韭菜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哦。请问芹菜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芹菜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芹菜台语安怎讲哦？好，来，咱请就答。哎呀，夹倒人。你看你，都要被强拍破，应该无强拍破去。芹菜，确定芹菜对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芹菜对唔对？正确。哦。来，有分数。来，咱得了1分哦，恭喜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哦，这个叫做芹菜无唔对啦吼，啊，但是嘛有人讲做芹菜。芹菜啦。两种拢会使讲啦，芹菜、芹菜拢是正确的，这是腔口的差别。不要紧，咱还有第2位啊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请。嘿，第2位啊哦，拄只个哦，只是试一个水温尔啦。试一下水温。嘿啊，无哪有可能遐尔啊简单的。没错。哦，是，恁有看过阮的节目嘛？有。啊，你会感觉阮阁有啥物需要改进啊？是讲倒一个游戏，互恁较有印象的。节目真精彩，阮拢有下载 app， 拢有咧看。所以 app 上有印象。若讲要有啥物爱改一个，唯一就是讲多谢老师，毋是谢谢老师，歹势啦嘿。哦，对，一定爱多谢，袂当谢谢就变华语啊，是爱多谢。毋过吼，足可怜的，
都一下你要解都甲老师写，安尼敢对？对啊，感谢老师，感谢老师啦，安尼听起来就较文啊淡薄啊啦，是。好，第二位啊，拄只迄是试者水温了，即马真正要来哦。好来，手讲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来到金门吼，一定爱来食的一个物件，就是贡糖咯。我即马来到这间店吼，这间店制作的这个贡糖有足侪无同款的口味哦。安尼我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哦，我拄则有看到这有猪耳，还有啥物？低卡的贡糖，听起来趣味吼。无吼，我来先来试看卖。我拄则有咯，先准备一包。我先来拆开一个，我知影大家足期待我来试这个低卡的口味，我嘛是足期待，我捌食过。来只找到啊！我来试看卖哦。来，你看卖，都写作安尼，我靠啊！看看，哇，足 Q 呢，这土豆的味吼足重的，我外口吼足侪魔啊！哇塞，真赞！来到金门一定要买。好，我要来出题目啊！请问贡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贡糖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贡糖哦。好，贡糖的台语安怎讲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来，贡糖，确定哦。好，来，老师贡糖对唔对？正确。好来分数，终于得到1分啦！好来，一人即摆总1分啦哦。好来，咱听老师解说。啊，听讲这种糖啊哦，较早会当进贡去皇帝食啦哦。所以叫做贡糖。当然这唔是，可能唔是真的啦。但是不管安怎，就是伊叫做贡糖啦。就讲会当用来进贡的糖啊啦。口味真济啦。对啦，主要是土豆做的啦。是。但是我要去金门的时候，我想讲金门有种土豆，结果因讲无啦。有啊。啊，因做贡糖的土豆，唔是因遐生产的，是别位进口。讲进口的啦。你外围买来，哦，所以因虽然在生产土豆糖，但因家己无种土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即马平啊哦，加油啊！今日第3位啊哦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即卖紧张无？足紧张。我紧张拄只1-1啊。哦，即摆白手，即摆搁拼落去啊！你毋是上尾一个免紧张，免紧张，嘿，你压力无遐尔啊大，主任，紧张主任，足紧张的，真正绝对袂使输恁的。恁看电视的时阵会紧张无？袂紧张。是咪拢感觉来讲足简单的，对啊，是毋是？对。手可好哦，听我讲，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摆后要特别甲大家介绍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迄当阵金门的总兵署。总兵署内底呢，就是有这个大堂。这个大堂就是大家所讲的衙门。这就是台人咧审案件的所在。若有人犯法，伊就是伫这主持公道。较特别的，就是总兵大人事务官就审理刑事案件，所以伫电影内底看到的击鼓鸣冤，其实伫总兵署是看袂到的，因为迄是属于民事案件。OK， 安尼我准备来出题目哦。请问衙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衙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唔是，未请手答，足水气的，但是伤早哦。做歹势，手下留情。嘿，阮这桌啊，冤枉哦，代理。阮这桌啊无做，了解，安尼就对啊啦，有自信在生气嘛。好，来，咱先甲自信放放下，好，手放好哦。听我讲啊，请手答，咱带当试哦，安尼才公平哦，无要手下留情啊，留情啊。嘿，来。上位咱个讲一摆，请问衙门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嘿，衙门哦，衙门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你手会听无？来，衙门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衙门对唔对？正确。你只手下留情啊啦。好，来分数先。终于台南得了第2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
师来解释。哦，这条对台语老师来讲应该无困难啦。看过歌戏的吼，播地戏拢知影啥做艺门啦吼，还是敢若手较紧较慢尔。是。所以这个考试咧考验讲你的手的速度啦吼。拄则迄边吼，啊袂叫伊抢答的时，伊就先行试啊。啊第二遍吼，伊就较吃亏啊吼。拄则头一遍嘛是有这个现象啦吼。先乌白乱抢的吼，上尾拢抢无啦。啊正经抢的才抢有啦。爱定睛啦，对啦，爱认真。啊无这加盟这应该是无困难对你来讲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个加油就好。感谢。2比1啦嘛，对吧？咱个也拼咧，看当下同齐无？好，来，今日我啦。咱即摆教一个吼，就是要抢答的小撇步，唔通遐尔啊悬地步啊，嘿，咱轻轻啊起者爱就好啊。是镜头出来，唔是规支手，对，唔免安尼伤家己，吼，就袂当手下留情啊。伤着阮的刀啊！好，来手讲好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麦要特别甲大家介绍这张树啊。这张树啊呢，其实是木棉树。啊，这张木棉树呢，生伫这个金门总兵署的后壁。听讲吼，这个木棉树吼是全东南亚上悬的木棉树，啊，伊差不多是伫3月啊4月才会开花。甲恁讲哦，这个木棉树已经有超过差不多300多年的历史哦。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木棉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木棉树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。木棉树的台语哦，吼，来，咱请唱答。哦，班无什么话吼，无哈安尼都。班枝秋。班枝秋。班枝秋。好，来，老师班枝秋对唔对？正确。哦，这无好念哦。有够困难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你了第2分哦。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其实讲班枝就会使啦吼，咱讲班枝就种树啊。啊，你若其实咱若开花，迄个花就叫做班枝花啦。班枝花。哎，啊嘛有人伊个，因为咱讲木棉嘛吼，花开了后也一粒敢若棉仔球吼，啊伊到尾也切个是会破开吼，迄棉仔会飞甲切死个，所以有的所在足细种树啊，因为迄个棉仔若造出来时吼，会有一寡人会过敏，吼，所以不爽快。啊，迄个棉仔吼，咱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家宝棉啦。家宝棉嘿，啊若是树啊就叫做班枝啦，啊伊个花叫做班枝花啦。是，你捌定定讲是毋是？我捌讲过，啊捌听过。哦。阮住伫即个竹塘边啊，遐有竹塘的即个布画边的，就迄正规白，班枝，规白。迄共牵着，你也是好多摆拢用牵着咧。是。啊，若要毕业的时阵，这花上济。对啊。差不多4月，才伫4月份。哦。是。我来问一下，咱这准家兄，嘿，准家兄，你知安怎讲？唔知。你嘛唔知？唔知。不过袂歹，即马拼甲2比2啊。哦，水，都白手啊。即马剩上尾啊一位啊，较上尾上尾一位啊。好，来看我金章来换人。对啊，所以讲你看咱台湾话真侪拢真有意思的，班枝咱无讲过，唔捌这是啥，拢也是讲木棉，对啊。我伫金门阁住过2年呢。哦，是。我来做兵啊，棒。你金啥哦？唔是，我伫山外。哦，山外。哇，遐有牛吧？好食，是不是？哦，真好食，真好食。金门高粱啊，真好啉。金门真正是美食离岛，美食的外岛。即马食金章的哦，比金章金章啥呐？2分啦。哎呦，安尼唔是你死着我亡啊？对啊，对不？是不是？阮上爱看这种，阮上爱看这种。抬落去就对啊啦吼，免惊哦，抬落去就对啊。好，来手跟另个顶面，听我讲请手答，再当试哦。好，来咱请一题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迄当阵吼，法官若讲，你真正是歹人，所以这歹人吼去判刑，判刑了后，伊就会去带来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地牢，所以这个歹人就会去关入这内底。迄当阵用的一寡刑具有遮恁看卖，遮总共有4种的。好，安尼我要来出题目啊哦，请问地牢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请问地牢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地牢的台语哦，请唱答。地家。
地加确定。确定。中文研究这久啊，这应该会晓。地牢啦，地牢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地牢。地牢，老师地牢对唔对？古早时用来关阿凡人的所在，伊的台语是要怎讲呢？请问地牢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好，地牢的台语哦。车枪答。好，来。我背上。地加。地加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地加对唔对？还是唔像呢？哦。来哟，机会来啊！教授，中文研究这久啊，这应该会晓。老师，地牢啦，地牢。老师，我就讲你较正经的你，嘿，地加。超工要甲恁比人者。啊，你这趣味着。哎，哪里唔知？所以你的答案是地牢。地牢，老师地牢对唔对？安尼讲就正确。拄则我陪你讲，我就讲你想济啊啦。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第3分咯。哦，来，请老师解释。哎呦，这是古早就有的物件啦，所以咱就照字讲啦吼。当然你拄仔讲地加，咱有讲加楼啦，啊嘛是讲加角啦，但是这吼，伊就是写楼写伫后壁，所以咱加楼，啊伊这是地楼，哦，咱就因为毋是新的物件啦，自早就有的啊，咱早期看汉字。念咱的音无问题啦，所以这就叫做地牢。嘿，咱想济啊，好，不要紧，分数拢出来哦。来，咱先请回，来看一下分数。哎呦，好，来，紧张气嘅。先看咱台南的朋友哦，哈，台南有福上。今麦得了2分。啊，来，咱台中来朋友老师咧，哦，因今麦有3分哦。大声。所以这奖金伫倒位咧？1万。1万块啊，送给咱台南的老师啊，嘿，台中的老师啊。好，起来，第3位啊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其实哦，是真紧张、真刺激。是的。这个回合哦，上紧的就是冰盘。冰盘是上恐怖的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钱姜讲的是什么款的姜呢 ？A. 欠芳过的姜 ，B. 拄啊挖出来的姜 ，C. 较幼的姜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来紧的讨论哦。这有咧行菜市啊，就知啦。哦，就找人较知啦。是欠芳的，还是拄啊挖出来，还是较幼的？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这边5个 C， 这边嘛是5个 C， 你知影紫姜是啥？我本身是无咧煮菜啦，我说我唔知影啦，要毋过阮家吼2个就搞煮菜的，伊头我就讲。绝对是 C 啦，安尼哦，足确定的啦，讲话有加颜色去吗？绝对是 C 安尼啦。你题目爱看清楚哦。紫姜哦，无定就是用骗去哦。是啥人熬煮食的？应该拢足够煮食的吧？阮家拢足够煮。今来啊，这哦，我足够食，你足够食，家拢足够煮的吼。我最爱用紫姜啦。啊。对，水鸭嘿，水鸭用紫姜，对，较幼的，嘿，无唔对，哎，这有影拢有哦，这嘛拢应该拢知，这唔通去哦，骗了台南台中的啦，对啊，你嘛家己，系啊，我做个煮饭的啊，哦，问教授就对啊啦，安尼恁靠教授就好啊，系啊，好唔好？咱来看哦，教授的答案，甲这边的会晓煮饭的乌皮啊，是毋是同款哦？咱来看一下吼，来。咱正确的答案是 C 哦。来5条命留咧，5条命留咧。我这字吼就是
油的意思啦。哦，咱唔是讲咱讲姜会使讲煮姜俩，咱嘛会使讲这人足钱的，就是讲伊哦无啥物经验啦，无社会经验啦，所以这个要做主管咧袂有迄个经验，所以袂使。是。啊嘛会使讲，像讲咱饲青生啊吼，要来食种鸡啊，讲啊这还佫伤煮啦，哦还佫饲一站啊，才会当抬来食。啊这煮姜就是种无偌久就挖出来食的。哦，你若个放较久咧吼，虽然你拄挖出来吼，不过伊若是已经种足久啊，伊就变做姜母啊。姜母哦，嘿，啊所以煮姜甲姜母就是一个是较幼的，啊一个较乖的，因为迄老姜母吼，内面的迄个刺拢足济啦，所以一般来讲咱无青食。啊，即款的煮姜咱会当生落吼，会当青食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袂歹，大家拢有煮食的经验哦。好来，即马紧的哦。是这后一题，继续哦。来，吼，长时刻哦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繁华的所在真济，阁有一府二分三鹿港的称呼，敢知影伊内底讲的分是啥物所在呢 ？A. 台中雾峰 ，B. 台北淡水 ，C. 云林北港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嘿，是台中、台北，还是讲云林呢？一边是台南，一边是台中哦。二分三鹿港，二分哦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来，时间到，咱请起答案。哦，哎呦。5个4啦，5个4呢？啊，这嘛5个，5个4呢？好，我来问一个吼，来问俊杰啦。北港较早叫本港。哦，是。所以你有去挂香过？对，我甲白沙墩妈祖已经去11年啊。哎呦，逐当拢爱甲对着对啊啦。是，嘿，莫怪哦，安尼听伊就叫啊啦，嘿，较有。肯定啦，像有去挂香过，李署长，我较早嘿是大人若讲要本港挂香吼，啊，迄就是北港。吼，毋过嘛来看一下，看卖。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 C。袂歹。拄则已经讲了吼，这个北港的旧地名叫做本港啊。是。啊，所以才讲的这个日本吼，因为这个讲法有的所在，有的时阵是讲一府日落三艋舺啦吼，啊，这是讲一府二分三鹿港，就是讲咱台湾过去繁华的所在有时会改变啦。哦，有的像讲这个本港吼，伊较早真正有一段时间足繁华，啊，尾啊因为伊迄个所在有水灾，哦，啊有时迄个港会塌掉，所以就尾啊就无法度通去发展啦，所以就无像其他的所在会继续繁华，啊，但是这个所在。古早叫做本港啊，捌繁华过，所以有即句话留落来。咱继续哦，来，你无试着啊，来，好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规间厝母甲乱糟糟，甲会使用以下倒一个词吼？诶，意思同款啦，都是乱糟糟。A. 路加加 ，B. 话尖尖 ，C. 来减减。哦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好，下你的哦，好，来，今日伊的意思是乱糟糟哦，嘿，乱糟糟的意思哦，如加搞，下尖尖，来减减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哦，来，用真紧哦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一答案。哎呦，10条 A 啦 ，A，李署长来。我，系啊，来减减是咧讲一个人伊的讲话，伊的做工课。啊，那下尖尖是咧讲张数真下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应该唔是，若是讲有删去法的来讲啦吼。如价价，嘿，因为咱讲如苍苍，伊只是讲如价价，嘿啊，所以若是删去法的话是 A 较适合，对啊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全部拢 A 哦，答案是唔是 A 咧？来，正确的答案是 A， 恭喜！啊，这三个拢读字数啦吼。这个如加价看腔口有的所在，像阮家人讲二加价啦，啊嘛会使讲二苍苍啦。哦，啊意思是共款的，对足乱的意思，所以甲乱糟糟共款。啊，其他下尖尖，怎讲的所在无看足下，讲啊，一间厝下尖尖住遐济人。过来迄个来减减，因都讲话，其实真正具体咧讲物件足来，讲
多拄无好来减减，你咧切菜较细致咧，啊无去切着手，哦，这是我来减减。哎，啊其他就拢因拄则讲过啊。要拼输赢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办丧事的时阵，定定看到孝女白琴，是安怎会号做孝女白琴呢 ？A. 白琴是古早出名有效的人。B. 根据咱布袋戏的人物来做灵感出现的。C. 古早伫咧做七迄天就会弹白琴。那是有效的人，较是孝女啊。自细汉看温州大女侠，哇，布袋戏孝女白琴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捌听过迄个，啊，毋捌听过古早有叫孝女白琴。哦，所以我感觉可能甲布袋戏有关系。正确的答案是，这题咱赢就会使拼奖金，倒一边会赢咧。好，来20秒的时间，嘿，孝女白琴，对啊，是古早有名有效的人，嘿，也是讲你布袋戏行啊内面的人物的灵感出来的，也是做戏的时阵，迄天爱弹白琴。对，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时间到，嘿，咱甲风险拢分开哦，来 ，CBB AA， 吼，来，这边是 BBB。你嘛是感觉是古早时代有出名有效的人哟？对，是。因为那是有效的人，较是孝女啊。哦，是。啊，所以讲还会讲伊孝女白琴嘛。哦，孝女白琴，对。我甲因讲的共款，因为孝女白琴嘛，孝女，所以阮就用这个啊，然后就想讲，孝女的伊的名叫白琴。这是阮想的，是。那我这我就爱问咱的教授，你选的是布袋戏的。对啊，我自细汉看温州大女侠，哇，布袋戏孝女白琴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哦，可能捌听过迄个，啊我其实台湾有一些戏剧啊，可能跟古早的文学哈有连接，啊毋捌听过古早有叫孝女白琴的。哦，所以我感觉可能跟布袋戏。是有关系，吼，来，咱这边嘛是有两个比，无定着就是吼，是哦，那毋是你死，就是我死。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 B。这是过去吼，迄个黄俊雄布袋戏吼。有一出叫做《温州大女侠》啦吼，是啊，其中有一个角色吼，伊无叫做白琴，伊叫做白琼啦，白琼啊，琼瑶迄个琼啦吼，白琼啦。啊，因为伊若出来时吼，伊拢穿迄个夏服，拢跟咧大夏共款，啊，拢会咧哭，唱口条啊，吼，啊，佫有举一支铜环啊啦吼，顶面写接应西方，哦，啊，伊就迄个角色啦吼，啊，所以。尾啊，有人就感觉讲，这个安尼做袂歹吼，因就有人讲来组一团吼，咧替人哭的，哦，准来讲有人过星期吼，啊，子孙啊袂晓哭，啊，请人来哭，啊，迄就叫做孝女白琴，那是尾啊才发展出来啦，哦，啊，但是伊是看到迄布袋以后，互伊有灵感，吼，来组这种团，所以伊的来源是对迄个布袋内面迄个白琴，哦，改做白琴，安尼变出来。是，所以布袋戏嘛变做经典啊，你知影？系啊，可能借用。好，来，咱今嘛来看一下分数。来，咱台南的朋友，啊，佫有2分，袂歹。嘿，啊那咱的台中的朋友咧，啊，佫有4分哦。所以讲，咱的2万今嘛放在倒位？伫咱老师这边，恭喜。咱的偌济？今嘛有3万块的奖金吗？哦，好，3万块，无唔对。会当摕倒转去无？我唔知影哦。起来呢，小玉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拢总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准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。全家抽奖金。哦，奖金偌济？今嘛奖金有3万块，恭喜！3万就是
30秒嘛，哈，对，是安尼30秒有够啊无？应该无够啦。不过因是老师，对，所以佮送伊30秒，好不好？因老师咱就送伊30秒，啊，那学生啊来，咱唔都爱送伊60秒啊，是唔是？学生伊啊可能程度较差一丝啊。哦，安尼哦，是，无唔对啦。第一题。係第一位教授，第二第三是大家來，都係家己本人家己試哦。會使看，會使講，袂使講。來，請開始。 12月食菜頭，什麼才長壽？6月才長壽，正確來。一條腸啊，燙卡，哦，唔對，過來燙卡，哦，正確來。這是什麼詞無加啦？土地公，哦，正確。生的請一邊，幼的溫情啊，腳大天正確來。 小貪弄什麼？給咱老這個。好來。啊，第一個講12月食菜頭吼，6月才長壽，這是講人反應真慢啦。哦，因為咱過去攏講迄個菜頭較冷吼，食了會瘦。啊，毋過你12月食到翻轉年的6月才開始咧長壽，就像你講人講笑虧吼，啊，大家聽攏笑哦，啊，你過5秒鐘，還是講過5分鐘才開始笑，人講啊，你是吼。 12月食菜頭，到6月才長壽，反應足慢的啦。啊，一條腸啊燙尻川哦，這毋是通尻川，這是燙尻川，所以第一遍食飼迄個通是唔對的啦吼。啊，燙尻川一條腸啊燙尻川，講人足調直的啦，吼，袂講彎彎翹翹，講話足老實的，吼，袂講騙人的。吼，過來講得失土地公是無假，因為土地公咧管土地嘛吼。咱過去若飼雞吼，攏袂講甲關佇雞籠內，攏放伊去外口袂走啦吼，啊去凊彩找物件食。 啊，你還去得失土地公哦，土地公無歡喜哦，你的雞出去討無食，是講去食到歹物件，可能對着雞仔濟啦。哦，所以你就袂使去得失土地公。主要是你講哦，你唔通去得失到在地頭人啦。哦，安尼你找無頭路啦。哦，因為伊講這個袂使甲請。過來講，生請一邊吼，養的也是講養的溫情較大天，是講，準若講你是老爸老母生出來以後，去分化人去飼的啦吼。啊，生你的人雖然是 互你有性命，不過伊無甲你養，甲你養大漢的吼，迄個功勞是比生你的佫較大啦。所以講咱愛去友好迄個甲你飼大漢迄個，哦，莫干那去想講我要去找我迄個生我的老爸老母，哦，伊就甲你分互別人啊。你即馬有這個甲你飼大，這嘛是真正你的老爸老母啦。哦，啊，過來小貪軟雞腩，哦，講咱人毋通傷貪心，你若傷貪心哦，會軟佇要雞腩內面，就是叫人關佇肝螺內面啦，哦，叫人關肝啦。 安尼是顛倒唔好啦吼，所以唔通傷小貪。是，好，謝謝老師。哦，老師安尼講真正攏有迄個畫面呢。對啊，有理的。好，來，咱即擺畫面是要講獎金偌濟？是。來，咱即擺秒數夠27秒，所以獎金有27000塊啦。好，咱即擺今日去頒獎。頒獎！恭喜有27000塊啦！ 咱看老師安尼不要緊，咱學生啊，早晚有一天嘛是會甲35000摕轉去，咱好好啊練習就好啊。首先就是愛恭喜老師，好，我這學生啊有這個機會後一道會當過來，好來。 報恁知者，阮啊全家有智慧，阮有 app 哦，吼，啊你若轉去啊，你甲download落來啊，吼下載落來，你就通喺你厝會耍，吼內面就是咱的俗語我來排，咱練好了，咱就通啊來比賽啊，來開始。這會哦，無一個一個來，一個來，嘿來，別，3、2、1。 來，兄弟若共心，什麼變心經？哦，土，來，後一位，來，什麼？金毛講，小狗，來，金毛講，過來，囡仔人什麼無喙？後正個來，食人一口，報什麼？報人一口，來，報人食過來，來神什麼？通話鬼，後正個。 你也看30秒安尼就通摕獎金嘛？吼，不管是恁，還是講來報名的，攏不要緊。練習好，你就緊來報名，好無？阮歡迎你來摕35000的獎金哦。好，今日謝謝咱的顧問老師。啊，感謝咱辛苦的羅光成羅老師，謝謝。大家有智慧，到頂邊來去，互你大家攏歡喜。再會啦，再會，謝謝。
谢谢教授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感谢，哎，感谢来参加，感谢来参加，感谢你。